買電車買嘅技術同後盾。但係 IM 呢個新品牌靠唔靠得住㗎？呢個就係最多客人問嘅問題嚟㗎啦。IM 自己嘅品牌咧就屬於上汽同埋阿里巴巴一齊打造嘅。上汽集團就擁有10幾年造車嘅經驗，同埋有個成熟嘅售後體系。咁阿里巴巴咧就提供一個最強大嘅智能座艙同埋雲端運算技術。喺香港，我哋唔單止賣車，更提供專業長期嘅維修保養保證。比起追逐流量品牌，精明嘅香港車主更加識得揀呢部高 CP 值、高性能、高安全性嘅智能座駕。3月31號就係一換一政策嘅最後一日喎。係嘅，如果你驚你趕唔切，我哋可以幫你同時間競賽，立即出牌。立即預約特快出牌現貨，查詢60638874。